新德高中伫日本时代号做新德州立新德中学校，内面有一栋1932年起的新德中学校讲堂，当初是学校用来做礼堂的场所，外观是以砖来贴起的建筑，厝顶呢是有铁架做结构，对学校抑个学生来讲真有代表性。最近通过市定古迹的认证，学校也希望讲把这栋珍贵的文物呢继续保留落来。 这个舞台嘛是本啊，较特殊的讲，有的舞台后壁伊的准备室，加伊的地下室，阮这是无的。透过学校主任的绍介，有91年历史的新德中学校讲堂，当初日本时代留落来舞台，到当阁保存甲真好势。讲堂后来伫1977年改为民族精神教育资料中心，爸爸做过特情资料中心，目前学校是用来保存过去历史资料的校史馆。 伫戒严时代算种民主的练习场所，啊，到尾啊，甲这30几年做校史馆，伊的意义甲即卖现主是学生可能关联无遐尼大，毋过伊对校友来讲，就是讲，我会使伫遮对即个学校有搁较侪了解，也是讲我会使伫遮看到我迄个时代的学校生做啥物款。 新德中学为着要甲这个历史建筑保存落来，学校主动向新德市文化局提案。 希望会当申请为市定古迹，拜一有顺利通过。保存了如何？其实对于新德高中的老师、学生来讲，其实加一个会使记忆，会使来了解新德高中历史的所在。是当时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建物，这样。那很感谢校方在11月的时候也主动跟我们申请为市定古迹。啊，未来的部分，我们也会跟校方这边携手做后续的保存维护的工作。目前除了校史馆建筑外观同款保持了真好，内面也展出真侪宝贵的资料，其中有过去捌使用过的课本、制服，还有日本时代的老相片。 对在地人来讲，拢是珍贵的记忆。记者杜君和新德报道。